不好意思啊。我去！我还约了人，就不打扰二位了，告辞。看来这货就是宋家版的戴欢吧？有些地方确实很像戴欢，而且他也对我，所以你要小心啊。哎呀，挡箭牌嘛，挡的就是这号狂风浪蝶，我不怕他，不必担心。你们都是一个样，好勇斗狠。那叫争强好胜。争强好胜？您应该是连元魂都没有吸收过吧？拿什么争？你接着说元魂的事儿吧。修炼之后的元魂有什么变化吗？我记得那些戴家的人身上会包裹一层气。那是元魂斗气，修炼到1重境以上就可以做到。哎，那这元魂除了用来修炼，还有什么其他生活用途吗？生活用途？什么意思啊？比如从事生产的元魂。生产？5大家族有自己的工坊、矿场和田地，并让那些几乎无法修炼的人进行基础生产。唉，元魂只用来打架，制度也是最原始的家族制，还真是闻名世界，有些浪费我的才华呀。那还真是抱歉。总之，这个世界强者为尊，而利用元魂修炼就是变强的方法。我们宋家每年都会安排一批元魂给族人。其实昨天在禁地里，我也吸收了一条鲤鱼的元魂。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我检测一下这个元魂的品质？给你找的这衣服还算合身。我们到了，这里就是元魂学院。他们是在学院进修到中期的学员，这边是高手进阶学员，他们将来都会成为我们宋家优秀的子弟。测试元魂的地方还要往里走，你在这里等一下，我去打个招呼。力量和速度确实提升不少。如果现在我和他们抗衡的话，这几个人能力各有擅长，先出手的最嚣张，就先解决。好快！乌龟。别看了，你要先从蒙穴开始打基础，这里是高手进阶的地方。高手吗？啊，这个男的像是个傻子吧？一直盯着咱们看。哼，他这样子身上没什么斗气，恐怕不够格来我们这里进行修炼吧。哼，即便不够资格在我们这儿，也不至于这么大的人去蒙学吧？这里是蒙穴，元魂修炼的初学者一般都是在这里学习基础，同时这里也是测试元魂的地方。大小姐，他需要教习给予一些基础的意见指导。哦，这位公子，请吧。